我爸又在胡搅蛮缠了，真的很让人气愤。妈，吃饭了，来了。这看哪认真炖的啥呀？哦，我炖的好吃的。我看我妈最近瘦了，给我妈补补。哦，你看我比你妈还瘦呢，我也要补补。你瘦啥呀？你瘦，家里那臭谁压坏的，你心里没数啊？不管，我就要吃砂锅。哎呀，你都有蛋和面了，你吃什么砂锅你？哎，面条、鸡蛋都给你们吃，来，我就吃砂锅。妈的，咱吃鸡蛋吧。便宜，吃。这砂锅里到底是啥呢？迫不及待，先打开看看。怎么吃蛋？等会儿面。干什么？再见我的。鸡蛋都让你们吃完了，太过分了。都胖成啥样了？妈，那咱吃蜜瓜吧，蜜瓜挺好吃的。行。你们瓜都吃完了，赶紧吃你的砂锅补补吧。嘿嘿嘿，妈，打开吧，吃你的青菜吧。嘿嘿嘿，猪蹄儿。黑手！哎呦我的妈！